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你有平安吗？有。很好。圣经以赛亚书说，平安是从上帝来，恶人必不得到平安。所以到教会来，第一个直接受惠的是平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当他受洗在施恩宝座前，当牧师通过圣灵的力量，在他的头上滴上一些水，为他施洗的时候，我们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属灵的灵界看得见。这些人的额头上就落上了印记，属于上帝的印记。所以很多人以前8次亲会看到鬼的，受洗以后一个也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头上是有亮光的，当光明出现的时候，黑暗就离开。我很高兴听到下个礼拜有10位要接受洗礼，成为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抉择，绝对非常正确。那我希望其他的 best 也赶快能够加紧你的脚步来跟上。好，今天第一堂我强调一个观念：耶稣基督如果是假神，是人所杜撰出来的，你来拜他，我请问你，你受什么损失呢？你已经拜了这么多的神，不差这么一个耶稣吧？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神，你来洗礼都不肯，你就亏大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加紧脚步，下个礼拜看不能跟我们10位 best 一样，一起来接受洗礼。你有感动，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必得救。跟牧师反映，下个礼拜一起来洗一洗，好不好？说阿们的，说拍手的，这些都要来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人来坐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的心思还在外面，还在车上，还在你家里，还在厨房，还在市场。如果你人来坐到这个地方，你的注意力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你这段时间是浪费的。那不如到家里面躺着睡大头觉更好。人有没有来，心关系到的是你的注意力也在这个地方，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如果你的人在这里，心没有在这里，那是浪费时间。你人有没有在这里，心有没有在这里？我做个活动，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请你跟我这样做好吗 ？OK， 好，跟我这样做的，等一下聚会完在门口领50块好吗？很多人的手是没有办法举起来的，所以当你的手可以举起来，还可以动的时候，你真的要感谢神。这个容易嘛，对不对？大拇指向下，可以摆吗？哎，不错，我们都是健康的人。我们的手够不够可以交叉？哎，不错，我们都是健康的，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可以跟我这样子做的话，就更了不起了。好，注意看，我数1、2、3， 1、2就翻过来，3交叉来试试看。好，我们动作要做得很快，预备，来，1、2、3，翻过来。这里有一部分是雅利安星球的人是吗？你的手的构造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啊，做得太慢了，所以再来一次，来，来翻一下，交叉哈，要翻过来，试试看，预备，来，1、2、3，翻过来。人坐在这里，注意力也在这里呀。我已经做2次了，你还不会？是不是小时候住乡下有去跌倒过，摔到头？我这一次再做慢一点，如果你还学不会，等一下聚会完到前面来，牧师为你祷告。今天来聚会学这一招，回去拐你家邻居的小孩就够了。来，1、2，翻过来，3交叉，4翻过来，好不好？预备，动作快一点，预备，来，1、2、3。嘘，会了没？这么简单都不会，牧师啊，祷告。到教会来聚会还可以学一些小技巧，不错哦，好，表示我们的观察力很重要。台湾人说“溜溜秋秋，假揪溜把揪”，就是说在
在江湖上行走，要眼力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这是个小东西，有时候不告诉你诀窍，我一直做，你一直学不来的。OK， 我们今天来看到圣经里面的一段非常奇特的记录。这些记录，你有很多基督徒，你已经到教会很久了，可是你牧师叫你读圣经，你也去读，但是读到这个地方都会怎么样 ？pass。谁生谁，谁生谁，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谁生谁，谁生谁？哎呀，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圣经节里面，我们教会请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平常在家里有在读圣经的，举一下手好吗？哎呀，这基督徒有在读圣经的很好，就像一个人活着要吃饭一样，请放下来。你们的构造果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举手是这样子举，或者是这样子举，你们是这样。这里讲到一个家谱，家谱在以色列人、中国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家谱是记载着耶稣基督他的祖先这样延续下来，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什么的？很清楚。很多人说基督教是不敬主的宗教，基督教是信基督搞西伯兰考，所以就很多人认为信基督教是背主的。很多人因为祖先祭拜的关系，不敢到教会来，不敢接受洗礼。我要奉主的名，诚诚实实的告诉你，这是错误的观念。人死了，灵魂到哪里去？很多人不知道，三魂七魄，我们台湾人讲三魂七魄。所以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要做749天，叫做7旬，1个礼拜，那个魄。那个魂魄会消失一魄，所以7魄在7个礼拜7旬当中就消散于无形。三魂怎么交代？第一魂到阴间去移民，所以很多的这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哎呦，他们烧纸人呢，男的女的都有哎，还有什么 Benz、BMW 的车子有没有？还有别墅，还有童男童女，还有手机，还有直升机。好厉害哦！我不晓得最近，阴间地狱的那个有没有涨价哈？那里不晓得有没有中油哈？看到一次烧10几只那个手机，连 iPhone 10都有。地狱里面还有基地台，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烧那个充电器耶，他们只烧手机，奇怪他们怎么充电呢？人的三魂，第一魂到阴间去移民，要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所以那个扣钱、那个纸钱要烧很多，表示孝顺，是这样子吗？然后又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以后要到地狱去受十殿阎罗的审判，是不是？然后呢，审判完了就进入6道轮回，有神道、有人道、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有阿修罗道，这一些。告诉我们说啊，人死了以后去接受6道轮回，然后好一点的当神当佛，不好一点的，好60分的继续当人，然后很差一点的，做礼拜在打瞌睡的，可能就去当畜生，哪有这样子啊？这个好像好严格。那如果6个人死了，6道轮回1道分1个。6个人死了，才有1个人在诞生。我们人类的数额只会越来越少，怎么会越来越多？请你告诉我。以前人类才多少，现在人类有这么多，那这些人哪里来的呢？所以这种在6道轮回的论点是不成立的。你只要慎重去思考，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第三魂什么？就是我们家有神主牌，我们的道士啊，这些有法力的法师啊，就把你的魂点在那里面，然后在家里让你拜，是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圣经里面，基督徒为什么不拜？因为我们灵魂是从上帝来，当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又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去，等到耶稣基督来第2次审判，看要跟神同作王，或是到地狱受审判，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根本不需要拜，你拜也没有用。基督徒不是不敬主的宗教。我们看看这一篇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有记载44代，在路加福音有记载77代。你家敬主敬到第几代？你父亲的名字知道吗？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你阿公的名字呢？你阿公的父亲，你阿祖呢？阿祖的名字叫什么？
7、8代你都不记得了，你说你敬主，你骗我？每初一十五还拜得很虔诚，在门口摆着，有没有？这敬主啊！什么叫主？你的所有祖先都可以来吃，你初一十五才1碗饭，那些祖先多可怜啊！争着抢那1碗饭，你越拜越不平安。当然啦、多少的祖先来抢1碗饭，他不跟你找你麻烦才奇怪，是吗？基督教是一个敬主的宗教。基督教的敬主跟所有人不一样。基督教颁布了10条诫命，第1条到第4条讲人跟神的关系，第5条到第10条讲人跟人的关系。第5条说的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父亲，孝顺你的母亲。基督教是讲孝顺的宗教，不是一般人误解说啊，信基督教死不能靠。所以，当我们看这份家谱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基督教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是很敬重家谱的。很敬重家族的。这里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记载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阿公可能生了很多的小孩，可是只有我爸爸在我这个家谱里面，这个只记载直系的亲属，而没有叔叔伯伯掺杂在里面。所以这样子一追溯，你就很清楚知道你的直系是什么。阿公可能生很多小孩，只有你的父亲成为你家谱当中的。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非常清楚记载，是从上面一直记下来，记到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意义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来找人的观念，从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从天上尊贵的地位降生到世上来，为了要拯救人，这个真相必须要让他清楚。我们圣诞节都会讲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什么要降生？请你们回答我。有人在吗？哦，还要有人在。睡觉的，对不起，打扰你了。我讲到的时候，你如果累了睡觉没关系，不用在意我好吗？让我拜托一下，你睡觉就好，不要打呼，好不好？那打呼也没关系的，都不要说梦话。我在台上的时候，你在台下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专心的听哦，哈，人在这里，心里要在这里。什么叫降生？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神，一位神，他从极高的尊贵的天上到达很卑贱的人间，那叫降生；从圣洁进入污秽的世界，那叫降生；从尊贵到卑贱的世界来，那叫降生。这一位神为了来找人，从他无限的能力里面受限在人的一个范围里面到世上来，这个叫做降生。所以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神来找人的宗教。路加福音刚好相反，路加福音是人表明人来找神，从底下一直追溯。为什么马太福音44代？为什么路加福音77代？因为阶段不一样所查考的每一个代数是不一样的。所有世上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那样激烈、那样清楚的来熟悉神找人的观点。很多人都说讲那么多，好像基督教宗教都一样嘛，是吗？是不是都一样？我深深觉得不一样。很多宗教都是劝人家做善，劝人做善这是最基本的。有时候我常常听朋友讲说，我很孝顺，我这个人孝顺有什么好讲的？你为人子女，你都本来就要孝顺啊，不是吗？所以劝人为善不是宗教的目的。神来找人，不是要让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从坏人变成好人而已。那如果他是好人，根本不需要宗教。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是有家谱的。可是你读圣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只有马太跟路加有记在家谱，为什么马可跟约翰没有呢？是记遗漏了，还是有什么关系？这当然有它特别的关系。在圣经里面预表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做一点解释，以免我们读圣经去遗漏掉了。马太福音描写主耶稣，他是一个天国的王。什么叫做王？王是有传承的。谁的儿子、谁的孙子，然后当他的王。所以王他必须要有家谱的。
在圣经的四活物里面，以狮子的脸来代表马太福音，它是以狮子的形象，以天国王的形象来描述主耶稣。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的形象，他是一位王。可是马可福音就不一样，马可福音就是描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是以奴仆的形象，牛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所以马可福音在形容主耶稣，他就是奴仆的形象。你们家请的长工，或者在中国就请的长工，有家谱吗？没有，因为他是奴仆的形象，所以马可福音并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到了我们看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用人子的身份来看耶稣基督的位格，所以人是有家谱的。到了第4本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以神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所以神是没有家谱的。所以当我们在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分别这些作者为什么都讲耶稣的故事，要4本福音书，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传福音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写给谁？写给已经信的以色列人，写给拉比，写的这些祭司或者是法利赛人，学问很深的人。你不要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家族，你用这一个去传福音，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是着重在这种传承，而且在耶稣基督建立起来他的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家谱的世代的时候，阐明一个事实：所有的经历在上帝都早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上帝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的，表示还不到最后。所以当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看到谁到什么阶段这第几代什么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然后大卫又到巴比伦又是14代，那怎么就算推论从圣经第1章开始算到耶稣基督，然后加2018年、17年到达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们基督教是一个不科学的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人非常仔细的去算，从创世纪创造天地到今天，所有的年日加起来不过9000多年。可是我随便拿一个化石都有几亿年。我们有很多人去研究科学的，地球多少年？32亿年。奇怪，你们圣经怎么不科学？所以你们圣经讲的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人家问过这种问题？当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神啊，赦免他，让他毁灭吧。这么亵渎你的权柄，是这样子吗？基督徒就可以不讲理吗？基督徒就可以不讲科学吗？我们的上帝跟科学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科学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就不在科学里面；科学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科学就不能够解释上帝。再多的有限加起来都不会变成无限。一段时间加起来就变成永恒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好吗？我们讲理回到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 best 的，有一天你会看到你们会有机会去读圣经。你看到疑问的时候，跑来问牧师，不要在这里面想你看基督教不科学，算一算才9000多年，那是怎么愚民政策？如果有人在读圣经的，请你回答我：神在第几天创造太阳、月亮？都没有人在读圣经啊。好，既然没有人读，算了，我们今天聚会到这个地方就好了。神第1天创造什么？第2天创造什么？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几天？什么7天、6天？第7天就休息啦。神创造太阳、月亮是第4天，我请问你，第1天怎么算的？我们现在人的观念是，今天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到明天太阳出来再算1天。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规划就是24小时，正确的规划是23小时59分57.68秒。
既然第4天神才创造太阳、月亮，那请问第1天、第2天、第3天怎么算的？我们不要以我们有限的年日思想去思想神的作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1000年如1日，1日如1000年。所以所谓的地球化时，所有的这些时间，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神当时这些话告诉谁？告诉摩西来写摩西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一些东西。摩西以他的人的能力，怎么有办法去体会神对他说的话？神对他说100分，他只能够听多少？听80分就不错了。然后80分就把它写在创世纪里面，表达出来。当时的文字又有受限，又是8折，又是多少？64分。我们看了又是打个8折。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有限的生命去揣测上帝无限的永恒。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我们今天不是不科学，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了解神要从这些圣经里面来对我们讲话。好，今天的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是重男轻女的。耶稣基督这么宝贵的家谱里面，奇怪的怎么会掺杂着5位女性？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真实性，从这5位女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家谱都是以父系、以直系为主。为什么这一个5位女性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那耶稣从玛利亚生，玛利亚当然要记在里面呢。所以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玛利亚是讲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感孕，然后就生了耶稣。所以耶稣不是约瑟跟玛利亚经由人的交配然后生出来的孩子。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圣灵感孕，他是神圣灵感孕，所以他没有人的原罪，所以他才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负我的罪。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怎么样替你的罪呢？除非我不是罪人，我才能够替你的罪。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的。圣灵感孕是什么？圣灵感动玛利亚，让她怀孕，叫圣灵感孕。你说那怎么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诚诚实实告诉你，你今天做的教会属于基督教。基督教是建立在什么？基督教是建立在4个不可能的身上。很多人在教会聚会久，你都不知道基督教是建立在4个不可能身上。第一个，圣灵感孕。圣灵感孕怎么可能？第二个，道成肉身。什么是道？上帝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个不可能是道成肉身。第3个呢？处女生子。哎呀，我们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健康教育告诉我们，这人处女怎么可能生子？那当然不可能。第4个，死人复活。随便一个都可以让基督教崩盘瓦台。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崩盘？因为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在神认为绝对可能。让我们有限的智慧去想神哪有可能？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多懂的我们要去懂，很多不懂的我们要去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家谱里面很重要的有几个女性，玛利亚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当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耶稣的就从玛利亚而生，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家谱讲到玛利亚是很重要的。那其他4个女性呢？这4个女性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个女性她玛，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创世纪第38章里面，你有空可以把圣经里面拿出来看一看。当你电视看得累了，当你手机打到都已经破表了，那没有事情，你拿圣经起来翻一翻，会觉得看圣经比较有意思的。创世纪第38章讲到她玛的故事。这个她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很重要的呢？犹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派。4个支派里面叫犹大哈，犹大他本身就是一个人。犹大的长子，他的名字叫做俄。这个俄他是不好的人，在耶和华眼中，在神眼中看为恶，所以神就让他死掉了。当以色列当时的记载，当哥哥死掉，他没有留后代的时候，弟弟必须跟嫂嫂结婚，然后呢为哥哥留下子孙。当时的历史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奇怪。可是当第2个小孩子叫做恶男，这个恶男也是行上帝眼中做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上帝又让他死了，所以又第三个弟弟又来承接。
这个犹大说这样子不行啊，一个死，到最后全家死光光啊，那怎么办？所以犹大就把他玛赶回他娘家去。一个人守寡都够可怜的，他的小叔都不愿意接纳他，接纳他以后又死了，所以他的打官的改官等于熬逃，多可怜一个女人！但是她为了要让她丈夫能够留下后代、留下子孙，所以她就打扮成妓女的形象。当犹大到他的家乡去的时候，她就跟犹大一起睡觉，然后就怀孕，然后产下她的。在我们现代人看是很奇怪的，可是，在创世纪的时代，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这个他玛，台湾人就骂他什么"家多平替少秀"啊，有没有？这个多倒霉的人，跟他一碰都死掉。他又被赶回家乡，又要扮演妓女，没有先生的还怀孕，人家怎么样指责他？在当时的社会，然后就这样子留下子嗣。这样子一个可怜的妇女，竟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展现出来，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事实：耶稣基督他是苦难者的救主。当我们有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比较有机会接近神。人在顺境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去找神，也不容易祷告。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啊，到祷告会来都是碰到事情的时候，那很顺利的时候，祷告会通常不来的。弟兄姊妹，请我们特别小心注意，耶稣基督他是苦难者的救赎。当有人苦难的时候，你把耶稣给他，比你给他任何东西更好。耶稣基督族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玛，他是苦难者的代表。第二位是喇合，拉合是在我们的约书亚记第2章里面有记载非常清楚。这个拉合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妓女。刚刚的他玛是扮演成妓女，这个干脆他本身的职业就是妓女。耶稣基督这么尊贵的一个王，这么尊贵的一个神的儿子，这么尊贵的一个救世主，他的祖先的家谱里面竟然是有一个妓女。神的安排是非常奇妙的。当时以色列人要去征战，要去约书亚打发2个探子去看耶利哥城，所以这个拉合他就帮助这2个探子，然后很有智慧的去帮助他，很有勇气的去接待他。他因为这样子，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所有的家族。当时的妓女跟现在的妓女应该类似，地位位阶是相同的，是让人家所看不起的，是非常卑贱的。可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有拉合，却有这位卑贱者的存在。耶稣从这个家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基督他是卑贱者的救主。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够卑贱，我们怎么卑贱，可能也没有像圣经里面说的妓女这么卑贱。可是神愿意成为我们的救主，不管我们的地位是什么。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神爱我们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苦难，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卑贱的时候，我要恭喜你，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救主。第4位女性是路德。很多人喜欢读路德记。路德是外邦的女子，路德是摩押的女子，路德是在当时别人所看不起的。她跟她的婆婆拿俄米当时相处在一起，后来她又嫁给波阿斯为妻，生了儿子俄贝德。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俄贝德他的孙子就是大卫。所以外邦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是没有地位的，是连畜生都不如的。如果你有读圣经，你就知道有一个妇人来找耶稣，请耶稣帮助他，跟了很久，耶稣都不理他。后来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为什么这么说？耶稣草菅人命，甚至于看不起女性吗？不是，这是有时代背景，有时代性背景性、民主性。以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看外邦人就跟豺狼、跟狗一样的，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表达。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耶稣是个轻视女性，或者是看不起人、讲话这么酸的人，不是，这是有时代性、有背景性的。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家谱里面，路德竟然成为他家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请我们复习一下，耶稣是什么？是苦难者的救主。耶稣是卑贱者的救主，耶稣更是外邦人的救主。我们都是外邦人，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这样子来救我们，我们今天哪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呢？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是拔示巴。拔示巴是谁？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是谁？她是大卫王后来娶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怎么样？在圣经的标准，她是淫妇。我们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知道吗？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扫罗？认不认识大卫？我们今天的 best 们，认识大卫吗？认识？啊？电话号码几号？扫罗跟大卫两个都是王，可是大卫王却是深得上帝的喜爱，扫罗好像做够狼玩。请你们回答我，扫罗犯什么罪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扫罗犯什么罪？你们是听不懂还是不想理我？可是我如果问你大卫犯什么罪，你就很多可以说了。睡到下午3点多。起来，在他的宫廷的阳台那边晃来晃去，国王睡到3点多，起来还不做事，就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呢，偷看人家洗澡，偷看人家洗澡就算了，还把人家抓来皇宫里面睡觉，把人家睡了以后，又把人家的丈夫乌利亚怎么样设计到前线去杀死他，10条诫命他犯了几条？可是神依然爱大卫。因为他有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不怕犯罪，人不怕有罪，怕的是不愿意去认罪悔改。当我们看到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那种忏悔的心、悔改认罪的心。拔示巴就是跟大卫行奸淫、生所罗门王的这个人，这个女性，在我们的定位，她是属于淫妇。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竟然放这么一个人在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不仅是苦难者的救主、卑贱者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是罪人的救主。你们坐在底下坐得很舒服，我在上面讲得很辛苦。那么今天跟你们讲这些话，跟你们讲到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认识这个人吗？认识？电话号码几号？弟兄姊妹。当我生命当中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哪有时间来跟你们讲这么多话？我的舞厅多少五小姐知道吗？400个。我光我的舞池243平，我的舞池那个不是固定的，是会有弹性的。我那个灯光整个我个灯光花了700万。你们都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大哥，你知道吗？大哥懂不懂？我们今天的 base 知不知道大哥是什么？我看你们样子不是很懂，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大哥有2种，就像湿湿有2种，一种是头痛湿湿，一种是感冒湿湿。大哥有2种，一种是做直升机飞绿岛管线的那个大哥，有没有？另外一种是大理仙姑的狗又和这大哥。为什么我会成为大哥？我4岁，我爸爸就这样子了，懂吗？你们聪明啊，日本人笨。我在日本人工作3年多，日本的老板问我说：“请问您小林先生，你父亲从事什么高尚的行业？”我说：“我4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这样。”他说：“哈，你爸爸当小偷，你还告诉人家？”我说：“什么当小偷？死掉了啦！你们当小偷？”他说：“我们日本人说这样叫小偷啊。”我们这样子死了嘛，怎么会是小偷呢？跟他辩半天，他说死了还会动啊。所以这些倭寇实在是。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浪子？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黑道？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舞厅的老板？是因为我4岁开始，我爸爸就当小偷了，不是我爸爸就死了。孤儿寡母的生活过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就开了一间杂货店，帮助我们度过家人。因为家里太穷了，所以我3个姐姐必须要让她当养女。
我从小看到的情况就是妻离子散那种家庭破裂，然后看到妈妈很年轻就开了一个杂货店，街坊邻居叔叔伯伯都每一个人来买东西都吃我妈妈的豆腐。啊，你脸上怎么脏脏的？我帮你擦一下。找钱放在这个地方给他，他就从这里就摸下去。我就是想奇怪，我们街坊邻居怎么都是狼人呢？等我长大了，这些狼人通通该死。我从国中开始就加入帮派，我们帮派打造武士刀，打造傻刀去卖，然后卖一些那个什么这些红中白板、青发这一些兴奋剂、消炎啊，那东西一吃打架都不会痛的。你注意看我的鼻子。歪一边的，打架以前出去打架，有一天打架回来，我老大问我说：“打架对，啊都不会痛啊。”我回答说：“打架会痛，谁要打？鼻子歪了一边呢，啊不会痛哦，去照镜子才知道歪了一边呢。逍遥架的什么都不怕，天下唯我独尊呢，好像拿了屠龙刀一样。”我是这样子的背景走过来的。以前小时候常常妈妈都打我，但是我从国中开始，我可以卖武士刀、卖扫刀，我可以卖这些东西，我就赚了钱。我就去，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喝那个木瓜牛奶，那个玻璃杯很漂亮，500cc。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杯子？有没有？点头的表示都有年纪了哈。以前我妈妈骂我，当我加入帮派成为不良分子的时候，换我骂我妈妈，我妈妈倒几句，我杯子喝完，我杯子就砸过去。心中无神，眼中无人，对自己的家人都这么狠，你想想看，对其他的人有多狠？我记得我第一次砍人的时候，我那个武士刀砍到别人肩胛骨，他拿那个扫刀，我就这样砍下去，那个刀子没有我们打的锋利啊，那个刀子就跌断了。我那个武士刀就砍在他的肩胛骨，他的血液是喷出来的。他看到自己的血液喷出来，啊！扫刀一放跑了，很没有给面子哎！我被我杀到了，你妈斗了对不？他跑了。啊，我看他跑了，我也跑了。第一次看到那血，他心中所有的怨愤，所有的那种不平，家里面受的委屈，跟那些狼人的嘴脸，就从那个武士刀这样子发射出去。我觉得当坏人很好。当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的兄弟、我的哥们，通通都可以帮我解决。当我年轻的时候，你拥有1把武士刀，你叫大哥；当你拥有2支武士刀，你叫大哥大大；当你可以抱1把武士刀跟扫刀的时候，哇，你是教皇。我的年轻岁月就是这样子走过来。讲讲细汉头版不如大汉，会懂这种成语都应该都有年纪了哈。怪不得我问你们都不大愿意讲话，不大愿意回答。所以我开全国最大的地下舞厅有什么奇怪？我的舞厅叫做钻石花，钻石够漂亮吧？钻石组成的花，那不是更漂亮吗？我每天酒色财气，每天过着那种最终的生活。每个人有很多人很羡慕我，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晚上喝酒都快喝死了。神很恩待我。我的妈妈从很年轻就到教会去，到教会去干什么？听道理啊，但是很主要是接受教会的周记。哎，以前都有面粉，有没有？你都不敢点头了，又怕我说你老。教会就有一些卡片呐、面粉呐、救济品呐，都到教会去。我说我小时候4、5年级我就到教会去了。我到教会出入多久啊？教会的故事我都听到会背的。可是，在教会出入、糊糊涂涂，遇不到主。虽然在教会出入很久，跟我们现在很多会友跟信徒一样，在教会出入这么久，没有遇到耶稣的很多，我还是一样加入黑道，加入帮派，然后呢前科累累，然后呢开全国最大的舞厅。我的所有的弟兄，我所有的不是弟兄，我所有的兄弟们，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枪，那些枪还是我从中国大陆走私过来的。有些人身上还带2把，那时候黑心手枪、红心手枪是非常流行的，你们看过没有？恭喜，没有看过是好的。我的舞厅每一天开始9点营业，我的会计女生带一个黑心手枪，我的出纳带一支手枪，
招待的小姐带一支手枪，因为每个兄弟每个身上都有，枪支泛滥成灾。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我们七期厕所的一个老姐妹，一个阿姐叫阿慧，我记得她跑过来，老板我也要一支。我说你干嘛？啊，我都洗男生厕所，啊，这些色狼会来舞厅的都是色狼，啊，万一他们把我怎么样了呢？我说阿慧姐，我跟你认识这么久哈。偶尔在转角看到你，还会被你吓一跳。你这种长相长得这样子哦，不是你的错，但是出来吓人就不应该啊。不会啦，没这种事情。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告诉你们，当时我们的枪支是多么泛滥。我们一群人出去都是几台车，一次吃饭就是几桌，唯一没有带枪的只有我。为什么不用带枪？我杀人根本不用枪的。有一次在餐厅吃饭，隔壁桌的在那边喊拳，吵死了。我身旁的2、3桌兄弟，我就看到，为什么不用讲？用口语说，哎，你去把他干掉，这个就叫教唆杀人。老板、店老板、店的里面的人一作证，你就得坐牢。我哪有说什么？哦，怕个阿嬷没给你阿雄啊！真的警察来了，处理就是他去警察局走一趟而已。当时过的是这样子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我很风光，好像都有用不完的钱，每天带的身旁都是有不同漂亮的小姐。我忘了我太太今天有来。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生活是不是我要的生活。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从小就进入教会。可是我自己走不出来，因为我心里面想做的好事我做不出来，心里面不想做的坏事我偏偏去做，这就是人的有限。我妈妈每天在家里祷告，神啊，你就救救我儿子吧，你就救救我儿子吧，救救我儿子吧。结果呢，我的舞厅9点开始营业，8点开始在那里瞧事情，所有各个角头的纷争都在我舞厅那里谈。那时候我的胡子留得很长，然后给我好抽诶。有一次就约了8点在我舞厅谈事情，我8点5分才到。我到的时候下了车，里面枪声就已经响了。8点我迟到，我如果不迟到，根本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就赶快跑进去，把舞厅的门一推开，啊，卖个亏钱啊，我来啊！你什么东西啊？人都开枪了，狗为什么会吠？它会害怕，它不知道，所以人都开枪了，还管你谁来了？你老大。所以看到门口有一个庞然大物这样子走进来，想说这个不是我找的，一定是对方的人，所以枪支就向我。这边也这么想，那边也这么想，所有的枪都对着我打。那是我108公斤，呵，卖个亏钱啊！乒乒乓乓就向我这边打过来，结果一个子弹就进入我的体内。我很潇洒的又往前跑了3、4步以后才趴下去。我的所有的保镖、维士的小弟通通出来，每个人朝天花板开枪，啊，不要再开枪了！我们老大中枪了，这样子赶快送到医院去。很多人都在地上流很多血的，两边的人对开啊。说好的不带武器的，每个人都带，很奇怪。你们到日月潭的旁边上面写“不要吐痰”，每个人看到都不要吐痰，就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2个事情：第一个，胖的人着弹面积比较大；第二个事情，就算你是大哥，你也会中枪的。我送到高雄一间非常有名的医院，那家医院，在石泉路，我们不要讲它的名字好不好？石泉路非常有名的叫做高差医学院，不知道啊？差雄医学院，这样懂了吧？送到那边去，他们不救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枪案，所以就放我在急诊室那个地方。一个小护士还很有爱心，去拿了一坨的棉花塞在肚子，然后又拿一坨的棉花塞在后面，又打穿啊，然后又拿一坨的棉花塞在屁股，为什么？血一直在流啊。家人没有来，保证金没有交，是枪案，警察是不救的。
我的太太接到电话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的血快流干了。她很生气的，我太太一辈子非常温柔，好像只有发那一次那么大的脾气，就骂那些人，然后赶快找救护车把我送到高雄长庚医院。我到高雄长庚医院的路上，只有想着一件事情，只有想一件事情，什么事？等我健康了，要把这个司机干掉。为什么？因为他专门开车都找那个有窟窿的地方开。我都中枪了，好痛好痛苦，他还空。我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跟各位表达哈，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躺在救护车里面，我心里面只有想一件事情，我的手被我太太紧紧握住，我就想一件事，我就这样过我的一辈子吗？别人看我很风光，一个晚上光是8大行业走6家7家很正常的。很多人觉得我很风光的人，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我问我自己，我就这样子过我一辈子吗？我太太这么漂亮，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当时我还生一个小女儿，好漂亮，很漂亮的，我没有办法看到她出嫁吗？我妈妈守寡，我就这样过我的一辈子吗？我不愿意的，我没有办法。我就在车上，我也跟神祷告，耶稣啊，我不认识你，我真的没有真正遇到你。如果你是真神，你帮帮我，我不愿意这样子过我的一辈子。我的太太在救护车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她很坚强，在救护车上一直没有哭，带到我在长庚医院去那边，马上送到开刀房里面，开了17个小时的刀。她站在外面，在那等候，一直唱诗班的教会的圣诗，一直唱这些诗歌，因为开刀一失败，人就怎么样？你们猜开刀成功了吗？哎呀，你们都好聪明！我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加护病房一天只能够2次时间来探望。我在里面是昏迷的。当我眼睛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病床旁边，病床前面站了一个欧巴桑。I don't want to see the 欧巴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没有，当时我没有办法唱了啊。看起来好像我妈妈，似乎是我妈妈，仿佛是我妈妈，什么仿？根本就是我妈妈。我已经记不得多久没有正眼看我妈妈。我妈妈在我的印象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什么时候变这么老，这么丑，眼睛都哭肿了。她看到我眼睛睁开看她。眼睛带见到亲人就会流泪嘛，很正常。太软弱的时候，他就过来握着我的手。他怎么说？他叫我的名字叫阿路。你给过你爸爸机会，可是你爸爸因为生命的关系就离开你，所以你是不是开始当孤儿？你给过亲戚朋友机会，可是人亲戚钱性命，他们因为我们家里穷也离开我们。你也给过你们这些好兄弟好哥们机会，可是当枪声响的时候，这些人也通通跑光。妈妈，求你给耶稣一个机会好吗？我躺在病床上面，我已经不记得我妈妈当时是蹲下来还是跪下来，流着眼泪牵着我的手说：“请你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因为可怜我妈妈，所以我就说：“好啦，给耶稣一个机会了，叫他明天来上班。”我在加护病房出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每个人来看我都很羡慕。为什么？他说：“你好风光啊，在这边住院，门口还站2个警察帮你守门。你手上怎么戴着手铐啊？”那是刑案，好不好？枪击案是刑案，他们怕我跑掉，所以每个人要进来都要看身份证。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哥们，我道上的这些所谓的义气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出现。我那些小三小四、小13、小14，一个也没有来，来的都只有教会的朋友。这些人被问半天才进来，唱教会的诗歌给我听。啊娘喂，我一辈子没听过那么难听的歌，所以我们很羡慕圣歌队，他们可以唱很好听的歌。你可以到教会来多学习，唱圣诗是非常好的。
我听他们那些歌，真的那么难听，怎么听着听着就感动，就会想流泪？教会的人怎么这么笨，跟我非亲非故，还要来看我呢？我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教会的人对你好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今天对你好，希望你对我好，那个叫做手段；我今天对你好，我管你对我好不好，那个叫做目的。教会牧师到你家来探访，你欢不欢迎他，还不是照样做他的事情。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开始求耶稣给我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当我答应我妈妈重新再有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给耶稣一个机会的时候，我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变。以前我是跑给警察追，开的8大行业。我今天早上第一堂一讲，每个人眼睛都这样子看我，他们看我这样子穿的这样子衣冠楚楚，不晓得我真的是一个衣冠禽兽。我有17条前科，台湾关过5个监狱，这样子一个社会败类。今天为什么可以成为神学院的理事长，艺术学院的院长，教会的长老？很多人看到我是很温暖的。我在地检署当过关护人，我在原住民当中当他们的平地长老，我照顾很多孤儿、鳏寡、孤独的家庭。为什么一个人的这样子的改变会这么大？是因为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就改变我的生命。耶稣他不仅是苦难者的救主，他是卑贱者的救主，他是外邦人的救主，更加是罪人的救主。像我这么不配的人，耶稣他都愿意救我。这样的神，你为什么不要？如果耶稣是假神，你没有损失，你已经关过妈祖拜那么多，你不差这么一个吗？耶稣是真神，你没有他，你就亏大了。我今天早上提醒第一堂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人的价值不在于你的身份地位跟你的金钱，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你跟谁在一起。爱打麻将的交的就是爱打麻将的朋友，爱打篮球的就是交的就是爱打篮球的，爱打老婆的朋友大部分都会打老婆。我们走在路上，看到路上的草绳，那是什么？你扫一扫放在垃圾桶里面，那个叫做垃圾，没有价值，人所丢弃的，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那条草绳拿起来绑白菜，放在菜店店馆卖，人家说白菜多少钱？这一把1秤。那一条草绳就卖白菜的价格，对吗？如果那条草绳拿来绑红金呢？那一条草绳卖的就是红金的价格。你的这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本身是什么，而是你跟谁绑在一起。以前我靠我自己的能力组织那么大的帮派，我随时5天里面几百支枪都可以拿得出来的。可是我跟这些绑在一起，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我的人生是痛苦，是黑色的。可是当我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的时候，我成为一个人所尊敬的人。我知道以前我是个让妈妈哭瞎眼睛、哭得非常可怜的一个孩子，但是当我给耶稣一个机会，当我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的时候，我成为一个让妈妈笑脸婆婆的一个孩子。信耶稣好不好？好。信耶稣有什么好？信一个免伫涂骹背就很好了。我们家族很大，我们这种年纪都在送叔叔、伯伯、婶婶、舅舅、舅妈，什么伯父、伯母。我们在参加仪式，我跟我妈妈、跟我太太都穿着一身白一身黑，就在那个地方致意。剩下的家族人在前面那边有没有在那边绕？前面一个穿红色的戴着帽子的，六条天王哦，你要有哦，那边打，我家孙万党啊有哦，他们的爸爸他为什么不用跑？我们要跑啊！你都假搞信仰，所以不用跑。哎呦，他们好好可以信耶稣哦，我们要信耶稣。信仰说信起来，你头壳背都给带的。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进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现在在那边捧恰恰，哪有时间来这边跟你们讲这么多？你们信不信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重新得到亮光，所以我要到处告诉别人说，信耶稣真好。我不是就在这里告诉你，我在街头，我在庙口，在夜市，在监狱。我到处去宣扬神的福音。我告诉这个地方，有一天我请了一个司机，叫做何朝，他开我的车，他说：“当你为什么出去都要告诉人家你以前这些丑陋事情？给我10万块钱，我都不愿意这么讲。”弟兄姊妹，如果是为了那10万块钱，我也不愿意来见证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他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到处告诉别人信耶稣有多好。如果人的生命当中刚好需要耶稣的，我巴不得像我的母亲一样跪下来求你们说，请你们给耶稣一个机会。
当你跟耶稣绑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得到转变。以前我是一个罪魁，是个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每个人现在看到我点头，不像以前看到我是摇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事实。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我们，他愿意跟我们所有卑贱、苦难、外邦人跟这些罪人做朋友，他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也愿意跟我们绑在一起，剩下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愿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懂得选择。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财力、学识、金钱、地位、名声，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做正确的选择。愿神的灵感动你，让今天的信息告诉你，圣经里面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话，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可以改变。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救主。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祷告之前，我要询问所有富堂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爱耶稣吗？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苦痛，你愿意跟耶稣说：“耶稣，我也愿意爱你吗？我以前不够爱你，可是我从今天的聚会，我受到感动，我愿意每一天努力的更加爱你。”你心中有这种感动的，请你在位置上挥挥你的右手，好吗？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挥一挥手就可以放下来，放下来可以放下来。你跟神立这个约，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必要帮助你，如同帮助我一样；他要赐福你，如同赐福你，如同赐福我一样。最后，我要再询问：你还没有进入教会，你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你愿意跟耶稣做朋友，你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你今天愿意开始努力的愿意跟耶稣绑在一起，你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动的，请你在位置上挥挥你的右手，好吗？感谢耶稣，挥一挥我们的右手，好，放下来，感谢耶稣，我们愿意跟耶稣做朋友是最宝贵的事。我最后好不好，请刚刚有挥挥手的这些人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特别请我们的牧师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来做祝福，因为你们跟耶稣基督做决志，你需要牧师为你来祝福，让你有力气为你所守受的约来这样子，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表示跟耶稣基督祷告。好，我们请你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神。有决志的，刚刚有挥手的，请你站起来祷告。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做祷告。哇！你们今天做了一个最宝贵、最珍贵的决定。我们有的下个礼拜已经要受洗，那你就是一个最得祝福的。你已经决志，学说信耶稣，就像林长老所说的，他的生命改变。以前是专门害人的，现在专门帮助别人；以前专门勒索别人的钱的，现在你要拿钱去帮助别人。这个用人的办法没办法改变，只有耶稣能改变。所以祝福大家，你这个决志只是站起来而已，但是上帝看见了，耶稣看见了，他爱你，他要祝福你。所以牧师要简短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虽然有的人还没有心理准备好，你也没问题，跟着牧师祷告哈。如果你方便，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表示说我很慎重的要求上帝来祝福我哈。把你的右手放在心上，牧师来做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到这么多位新朋友，他们听到了林长老的邀请，要把生命跟主耶稣的爱连在一起。主啊，我们以前曾经做过好多选择，有的有用，有的没有用，有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选择耶稣是一生最聪明的决定。